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今日要跟咱讲的就是奇怪，奇怪，无翁来大巴肚。奇怪，你哪里唱这？生囝来趁钱。啊，我今晚要讲就是讲生囝来做生意。哎呦，奇怪，无翁来大巴肚，就是大巴肚，就是要来生囝来趁钱啊。哦，你当做工厂咧生产啊？即摆就是安尼咧，有真侪人拢安尼做。哦，你讲做你也看迄啊，迄有一个哦生出来，哎，卖50万，哎，生出来卖30万，哦，你也看，要生出来还佫卖50万。哎呦，生死的哦。哎，甲算起来，一个月算起来，完了少3万。哦，啊，若变安尼讲，阿公哥哥就趁袂少安尼。哦，伊的产值，伊毋是年头一个，年尾一个。哇安尼你一年卖2个都要100万。哎呦，我若一年来卖2个100万，我来卖一年12个，我就千外万啊！对啊，平日做里长搁较好赚。对啊，啊我喂，安尼我连伊嘛下水，啊，我厉害啦！安尼嘛摸，迄个己骨肉了。摸迄家己的亲身骨肉啦。嘿啊重点上惊的就是，即摆你卖出去啊，啊咪啥物人饲大汉你毋知，啊你即摆佮结婚了，佮再出来生，结果后摆甲即个若佮做伙，迄生出来囡仔的基因就不好了呢。哦，多像哥哥呢？血亲啊，像讲哦，你若生一个囝，啊分我，啊即马大汉了，你佮生一个囝，甲我迄个囝就去结婚，啊就歹啊。哦，弄乱你啊你。所以讲啊，血亲免伤紧，啊若伤紧生出来，哦，真空啊！咱有走生就走较饲啦，吼。是啦，啊所以吼，咱也是莫想一寡遐有诶无诶，做咱正常诶头路，啊吼来欣赏咱轻松啊又个趣味诶得奖。会长，你讲有人要甲规间的民宿拢包落来？嘿啊，迄个人客哦，我的老客户啦。啊，伊每半年哦，拢爱来住民宿住一礼拜啊。我想讲，我遐落还佫有人客啊，我毋才讲来遮找恁吼，甲恁参详一下，看恁什么人吼要来接一笔生意啦。奇怪呢，会长，啊你讲你这个老客户一个人要来住，啊，就爱安尼住规栋的民宿，安尼敢袂伤合？哪有法度啦？啊，伊的个性本地就安尼啊。啊是讲来住民宿这段时间哦，有一寡规矩啊，恁一定爱照伊的规矩落去行哦。哪有什么规矩啦？迄房间我拼清气啊，逐工甲换被单有诶无诶啊。啊，伊若要出去佚佗，毋知有咱甲报一下啊。伊要找咱甲放松一下，啊，你有啥物规矩？伊规矩哦，这哦。像伊食饭的时阵哦，伊家己的烦恼，你毋免替伊传啦。毋免甲饲着对。哟，搁有哦，迄灶骹哦，较单伊家己一个会当用尔，恁拢袂当用哦。够困。哟，啊，若要食饭的时阵吼，恁出去外口食。哟，还搁有哦，伊惊吵，啊，伊若叫恁出去哦，恁随时都爱出去咧。还搁有啦。好啊，我甲你讲，这个人一定处女座啦，有洁癖啦。啊，无后迄个可能是灶骹伊干的一个人会当用，啊，伊若叫咱出去，咱就出去，啊，伊等于我就头家。会长，吼，若听你讲个这详细吼，啊，这笔生意哦，我才无爱食。这笔生意恁无爱食哦？我甲你讲哦，恁的后伙哦，伊个人袂歹呢，伊开的价钱拢真悬呢。你也看，因来住民宿住一礼拜，付50万啦。哟，啊有当时啊吼，大2、3工啊吼，伊就甲我讲，
要倒转去啊啦。啊，伊剩的钱哦，伊嘛袂搁甲我讨倒转去呢。我会记这种有一届咧，伊敢若来住一工尔，过顿工哦，把我款款来讲，伊要倒去啊。哦，哟，我甲你讲啊。我安尼轻轻松松哦，去50万就甲赚起来啊咧！会长，你讲到安尼吼，安尼等于一工吼，啊，就会当安尼收50万啊。看你这个表情，我就知影你想要抢吼。当然要签啦，我甲你讲。我会考虑一下。唔免啦，什么人家咱唔捌接过，对无？搁较歹款待咱嘛拢捌甲款待过。我接。安尼好，青啊，既然你要接吼，咱就爱照伊约定行。我来讲，来，安尼咱即马约成签啦。要签约？有，好来，咱再签一下约。签约都50万当者。有，约签落去了后吼，迄50万随付我你啊。哦，水啦。OK，签你个大名，好。哦，来，好，OK，好。哦，好啊啦。阿文哥哥，喂，你足含的呢。讲吼，要陪我去图书馆读册，啊，要培养你的气质。啊，结果咧，迄伫边仔困，吼，困无淡定，你搁困甲会高，人一直甲我看，我足无面子，足尴尬。歹势啦，汤汤，啊，我就真奇怪，看到册愈看愈册吼，啊，看无完整就会困去啊。我以前就拢安尼呢，定定叫老师罚徛，我毋是超工的啦。你早吼就是爱佚佗，无爱看册，即嘛毋正。哦，无，我一定就真爱看册啊，本来拢真用功，但是用功到尾全拢破功去。我册若拍开哦，无超过2分钟，啊，就奇怪，迄字仔看吼，敢若狗仔咧扫，啊，舅公就来弄问，啊，我就甲舅公较有缘理咧。嘿啦，读册，愈读愈册，安尼你吼规气甲舅公做朋友，啊，所以你后摆吼唔免陪我去图书馆读册，较免我去杭州。哎呦，卖啦，汤汤啊，你给我一摆机会啦，我保证哦，我会吼尽量甲控制，袂搁困去安尼啦，好啊，好。过后摆哦，我一摆就惊掉啊，好无？这慢啦，拍好你，我甲你保证，我袂搁困啦，饭堂拜托的啦，我哎一摆啦。好啊啦，这公园咧，你莫去来去的，看到歹势。哎呦，咱若欢喜着，你管他别人安怎想哟，吼，汤。走啦。等下吼，咱来去住民宿吼。啊，你看卖，房间看了有介意，咱就甲住。啊，若无介意吼，我叫头家重新装潢，甲你加油子，吼。哎呦，住一礼拜尔，不要紧啦，凊彩。免那样啊，咱出来佚佗啊，大家欢欢喜，免那样凊彩，吼。哎，你是目睭脱汤的哦？你看啥你啊？无啦，我无咧看啥啦。我讲无你看啥？我连看你那小家包，猪哥那脚咩顶出来，啊目睭看到阮某遮一直放电，当作我唔知啊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是目睭脱汤的哦？你看啥你啊？无啦，我无咧看啥啦。我讲无你看啥？我连看你那小家包，猪哥那脚咩顶出来，啊目睭看到阮某遮一直放电，当作我唔知啊。啊？你讲啥？迄恁某？系啊。哦，你无介绍我当作恁查某囝咧，讲。哥哥，你莫后白讲话好不好？我哪后白讲，我是坦白讲啊！你甲看嘛，迄两个看个知，年岁差遐济，伊叔叔伊也步落去老虎只，伊看说啊，你实在哦。好啦，莫猜啦，咱来走啦。白目你，欠假是。你看啦，你安尼讲话共刺激，足无礼貌的呢。那带有去，搁惊人讲，咱食了唔认老，老不休，老猪哥，哦哟。好，你搁讲，我爱吵你啊。哎，无啦，汤汤莫生气啦，小汤汤。来，为遮行啦，仔哥。食啦，这环境袂歹呢。看较好诶吼。拢仔哥。啊，这间吼，就是你要住的天天民宿啦。哦。这样，来，仔哥来啊啦。哎，仔哥你好，我就是天天民宿的头家啦。哎，你好，你的功能哦，我真正实在吼不罕的讲用。客气。仔哥，啊，伊就是天天民宿的头家，我甲你讲，迄个青啊啦。哦，会长有甲我讲过，讲你号做青啊，做人真老实，安尼吼，真歹势呢。
要来这民宿交了几家，唔知可以无？哎呦，你也看高人就是高人啦，讲话安尼足客气的。你会当住阮天天民宿，真正是吼，阮安尼会当讲互你墙壁生辉，啊不，蓬荜生辉啦。安尼这所在你有介无？感觉呢？感觉哦，真清幽，够清气。安尼吼，好，啊，决定我们住你这个民宿。安尼好，感谢感恩。歹势，袂着啊，有咱人起来啊。有。再个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位就是开心民宿的头家我自娘。我介绍，我叫做丽丽啦，啊，非常的欢迎仔哥吼来住喺遮。哎呦，这位姑娘遮尔水，这阮倒一日查某囝吼，你有够老生的，生个这查某囝够水的。再个，歹势啦，头家娘唔捌规矩啦。嘿啦，歹势啦，啊我甲伊无共款，我拢会照规矩来，哦，多谢你。是啊，你若照规矩来吼，生理才会旺啊。哇，多谢仔哥你的金言玉语，多谢。唔加讲诶，啊若有仔哥这种的人来住喺遮吼，迄无旺才是奇怪的。哎呦，头家娘，拜托诶，你较掂的无？拜托一个，莫搁讲话啊啦。是啊，哎安尼哦，我准备要入去了。啊，你小等一下，我叫我的外甥女啊来甲你安排。啊，糖糖啊，咱起来，我起来接客哦，来甲安排一下。欢迎光临。哎，这阮外甥女啊，嘿。哦，是你哦。嘿，你好。哎，糖糖，恁两个有熟？拄则伫公园拄着。哦，有对。啊，拄则讲哦，拄着伊哦，甲一个不良的中年人斗阵，那扭扭啦啦啊，真歹咧。你先来含一个不良的中年人。啊，迄是讲迄拄则代志哦，嘛是因兜的代志，哦，跟我无关系啦。啊，我不是要来你休。哦，安尼请对我去吧。休息，好，多谢。来，你请。真好。头家娘啊，哦，青影这摊生意哦，差一点啊，还无你母无伊呢。唔过奇，我无讲啥。你搁讲无讲啥？我小拜托的，你甲佮讲迄个水查某囡仔是迄个伊的查某囝。我有影，迄是任何人来看嘛，绝对甲我要共款啊！啊，伊也无介绍，我哪会知影啥？好啦，恁两个拢莫感觉摇啊啦。我甲你讲啦，除非在哥伊家己讲伊的代志，互恁知啦。啊，若无吼，恁莫感觉乌白摇啦。啊，时到你若甲在哥气走吼，啊，这声我看恁两个就惨嘛。哦。我一个好小弟啊！我敢若底豆油无底看咧哦，搁会倒来看册了。较早读书的时阵哦，你若有遮认真就好。想袂到这堂堂才带你去一遍图书馆转来，啊，你就会想要看册。这好，安尼好。对即摆开始哦，我叫糖糖哦，逐工就带你去图书馆来看册，互你变做一个有气一个查甫人。过来！啊，食饭时间到了，食你的。无啊咧，早顿敢消化。哎呦，我想讲，你若遮认真呢，都在看册呢啊！姐啊，你当作我咧看册哦？哇，安尼我成功啊！啊你就安尼害咧，我当然嘛当作你咧看册，啊是安怎安尼啦？姐啊，煞毋知吼，我定来陪糖糖去图书馆看册吼，我定来册若拍开吼，踮咧就困去啊。安尼糖糖讲伊会歹势见笑无面子，所以我训练一步吼，人看敢若袂是我咧看册，其实我咧困安尼啦。还付了油，啥物意思？我咧拍牌啦。好啦，姐啊，紧来，我要搁训练，我较成咧啦。啊你这是用骗的，你这敢咧看？你真是，滚啊！滚啊！姐啊！是安尼是安怎啦？像咧牛咧喘。不是啊，我搬物件啦。就甲你斗搬啥物件？滚啊！你甲我斗搬一寡行李。哦，毋是搬死人啊。
样诶，即摆是啊，规兵海尔，兵仔要来遮大游行李啦，遮济啦。毋是遮尔啦，我已经搬5、6逝啦，就是啊遐济嘛，才搁拜托你，歹势歹势。哦，哦，你真正是要惊死人，毋知哎影？诶，2个人若尔呢，行李款一堆，无因2个是要按算来才住1年的。住1年哦，安尼我都不是啊，我甲你讲。安怎讲啊？你甲算哦，一礼拜趁你50万啦，啊，若一个月拢总有4个礼拜，我就200万啦。啊，若1年有12个月，拄2400万，你我甲你讲，2成互你抽。毋免，哦，算到搁敢若真的咧，心算很好哦。啊对啊对啊是啊，你免伤欢喜啦，我甲你讲，知个这人哦，足歹剃头的啦。哦，迄个个性哦，巨魔怪癖，无人缘，搁走去食嘿。毋是啦，我若无讲你袂了解啦。你知个这个人哦，伊都你好，我请我介绍，我就是你所讲的巨魔怪癖，这个本人就是我，哦，来收拜头。不能缘投，好飘撇，体格搁好，风度有够，唱歌甲倒咩，真正完美也男人是有来啦。食真济，敢毋是？佮带身躯呢？无啦，小可啦。滚啊！喂。哎，搁讲哦再讲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哎，阮这小弟啊吼，就较含慢讲话啦，较毋捌代志，请你谅解。哦，伊是你的小弟哦，谢谢。啊，这弟还佮讲个性，加讲的啊，都共公司出品的，当然嘛。啊，共款两公。啊，是啊，我要甲你交代吼，啊，我这物件。袂用互因两个吼，共款两公甲卡着。哦，这我知，我绝对袂互你卡着。哎，我来迄份。仔哥，迄小酒我甲你准备好啊。哦，谢谢。啊对了，当当啊，嘿啊为着你好前途吼，最好莫甲种不良中年人斗阵啊。哼。生气啊！当当，我即摆才知影讲哦，你公园甲你斗阵的，就是这个哦。不良的中年人啊！我甲你讲哦，公园会用的哦，若去别位就袂用，我就剁断啊！我甲你讲啦，若不良是袂啦，我营养遐尼充足，哪会不良？啊，若中年人想啊差不多啦。是安怎讲着中年人，就我对我遮来。啊，你着中年人因子啊，你有听到人咧甲咱学论呢？我一讲你一讲，两个头壳两讲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阮天天又开心要甲恁讲的这个俗语，就是夏至风台就出世。什么意思？这个夏至、夏至、夏至，吼，这就有真侪人讲法。就是一年24节气内面的一个节气，叫做夏至。那夏至若到，就是风台就出世啊，风台就来。夏至是算热天的意思。第一，这个热天算6月啦。啊，那咱热天的国历算6月，啊那农历算5月啊。无人听咧讲什么6月风台，7月水灾。对。夏至这一天呢，应该讲是日头上盖长的一天啦。哦。嘿，对。讲到风台哦，我真惊。我一个落下讲做秀倒转来，哦，做风台，哎呦，拢无看路。哦，迄苏北湖哦，苏北湖敢若用倒迄水啊，所以拢无路，他看。危险。规拢敢若看头前迄个白迄条线，哎用远顶，目睭拢唔敢哩，等到厝内真正无啥，他用去翘骨。我嘛就不爱风台呢。你若停喺路边就停喺路边，咱去用龙牛食啦。系啊，是安怎我足惊风台嘛，足不爱风台。我细汉时，阮兜做事人嘛，吼啊，田啊，什物水果，什物拢拍掉啊。啊，而且有一遍哦，我知影阮咧牛啊，叫水淹一个怎啊翘起。哎呦，哎呀，足可怜呢。我想爱风台啊。你是咧钓狗咧爱风台？是啊，因为吼读册时用迄个台风假有，但是我不爱6日台风哦，因为迄无补假。囡仔就是囡仔。安尼啦，伊爱台风来，我嘛是爱台风来。哦，你爱台风？我嘛是囡仔时阵啊。伊个时阵啊，台风来吼，咱较早大部分咧粪扫拢会倒伫咧沟仔边。对。啊，咱若台风来吼，迄沟仔拢会淹起来。啊，风台来吼，就直甲迄水会刮起来，刮起来直刮，甲遐粪扫拢刮掉。我就开始去
内面吼有灯线啦、红灯啦、电话线啦、铁机啊啦、捡机啊，杯啊啦，有诶，逐项我拢，我拢会去捡遐有诶无诶，赶紧来卖钱啊！哎呦，按照所谓啊，无怪你爱风台，来做你点上惊风台，啊啦清水沟啊啦，有诶无你就真咧读较听吼。全家拢光明去对啦。好啦，唔讲啦，时间过得足紧诶，咻一个30分钟过去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哎，咱个天天又开心，提醒咱的乡亲，风台还未来的时阵，都爱先啊，咦，做好准备。只要无开始，就无坐等待，无停无止。你敢是无感觉，我伫你的身边，特别的安静，你面头前我特别安静，想要讲出心意，搁惊心碎，心碎。梦什么，讲什么，点点滴滴恁兜的路边。梦什么，等什么，等你经过看你一面。哎呀，哎呀，不知影到底残忍什么。哎呀，哎呀，残忍什么？梦什么，讲什么？点点滴滴恁兜的路边。梦什么，等什么？